各位老友記，8月9月嚟內蒙古就啱啦，草原仲係綠油油，天氣又舒服，坐越野車穿越無人區，航拍睇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，真係壯觀到唔捨得眨眼啊！再去亞洲最美濕地額爾古納，索一啖清新嘅空氣，行入白華林，親手餵下啲馴鹿，呢啲體驗香港絕對冇㗎，跟我哋輕輕鬆鬆嘆草原啦！想感受下俄羅斯風情，嚟因和就啱晒啦！聽住手風琴，着埋靚衫，跳下舞，仲有草原特色嘅下午茶餐添。嚟到列巴博物館，親手整下列巴，好玩又好食。去到黑山頭草原，飲杯迎賓酒，坐埋和諧號小火車睇風景，餵下羊仔，擠下牛奶，着埋蒙古袍打卡，樣樣都新鮮有趣，保證你笑到見牙唔見眼。重頭戲嚟啦！日頭睇大型馬術表演，有岸傳說騎師技術高超到你嘩嘩聲，跟住晚上再參加草原篝火晚會，同蒙古族嘅朋友仔一齊跳下舞，開心到停唔到。再嘆翻個宮廷炸馬宴，着靚衫食大餐，聽馬頭琴，真正嘅貴族享受。仲可以去滿洲里國門打卡，上明珠塔食俄羅斯貴族餐，一次過望晒中俄蒙三國，氣勢磅礴，唔去就走寶啦！最後呢站帶你走入童話世界，滿洲里兔娃景區，全世界最高嘅兔娃喺度，仲有精彩嘅表演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再去埋阿爾山，秋天嘅森林靚到好似明信片咁啊！天池嘅湖水清澈見底，行下山唞下氣，成個人都精神晒。8月、9月係最佳嘅觀賞期，錯過就要等下一年㗎啦！快啲報名，同我哋一齊去內蒙古嘆世界啦！